爭氣楊受成第1章第3節。楊受成替父親把守標典當告急，去得多了，與當押店的伙計稱兄道弟起來，連街上的便衣警察也認得他。看見拿着手標站在門高普大的當押店，不知進去好還是不進的尷尬樣子，冷笑而嘲諷：楊仔，小孩子別站在當鋪門口，有需要就進去吧。許多年後，楊受成的二媽江麗珍回憶這段日子，記憶猶新。他對訪問的筆者說：受成細個好頑皮，時時給他父親惡打，有時他哭得地動山搖，但他阿爸絕無半點姑息。雞毛掃打斷了，又拳打腳踢。我們做女人的，哪裏敢勸呀，也勸不來，真是看見也心痛。至於少年舉押，江麗珍也歷歷在目。係呀，受成時時要把店裏的手錶代他阿爸拿到當鋪，因為許多手錶是從代理商那裏賒來的，期限一到就要現金找數。手錶擱在玻璃飾櫃裏賣不走，期限到了就要現金回籠。受成只有放學後把手錶拿到上海街一帶的當鋪，走進當押店是毫無尊嚴的事。櫃台比11、12歲的楊受成高一大截，他高舉瘦小的手臂，把手錶吃力地顛着竹尖舉上去。當押店的朝奉高喊一聲：爛錶一隻！明明是英納格之類的全新手錶，朝奉一定要把價錢壓低，值100元的他說40元。楊受成哪裏敢還價，接過鈔票回頭就走，只能等待有現金時回來贖當。當鋪也不過是民間的粗糙銀行，換一個角度，手錶押上去等同今天把一幢房子抵押來借貸，性質沒有太大的分別，但在這個風雨江湖的時代，就是充滿了屈辱之感。到有錢時用40、50元把手錶贖回來，仍然放在櫃台，就這樣捉襟見肘。受成時時去當鋪，跟朝奉和警察都混得很熟。在那一帶，他年紀小小，已經遠近知名。在那段日子，對年幼的楊受成是人生的第一場噩夢。他在學校數學科沒有合格過，真正的算術是從替父親當押手錶的這句規矩中學來的。當押店算利息，舊稱9出13歸，剝削得吃人不吐骨。算術課本裏告訴孩子明明白白，1加1等於2，2乘2等於4。在殘酷的成人利益世界，似乎加減乘除用的是另一條現實險惡的方程式。替父親上當，押店去得多了，小小的心靈也抵受不了債主的侮辱。有一段時期，放學了也不敢馬上回家，怕在家遇到一臉奸惡的債主，回家掉下書包，馬上向外開溜。然而看見坐在店鋪愁眉苦臉的父親，看着父母向債主苦苦哀求的樣子，楊受成過早地領略了金錢世界殘酷的規律。有一天，楊受成回家，看見父親神色肅穆，母親把他一把拉到廚房，低聲說：昨天來了一條船，帶來一宗大買賣。船上有一個譚師傅，是一個走私幫的頭，在廚房工作。他們一夥人集資走私，做些水貨買賣。船主不知道的，要夜間9點上船，因為那時天黑人稀，不引人注目，早去早回，把手錶交了，錢拿回來。船第2天一早就起錨走的。經母親如此一打氣，楊受成心裏踏實了一點。50年代，海員薪水微薄，拋妻棄子，別井離家，一走數月，1年半載才回家，是等閒事。那時香港的海員主要的收入是攜帶私貨，五洲四海之間，從發達國家地區如香港、台灣帶點先進產品到非洲剛獨立的殖民地賣給土著，這筆外快收入才真正不菲。楊成這家表行，除了門市零售，偶爾也有3兩宗這等大生意，利潤相當。楊受成一聽，這才明白了，父親平時不動聲色，只靠前不巴村、後不著店、地干等路人上門買手錶，那養活得起一家子。這7州4洋的水貨網絡才是大買賣。母親看見楊受成一臉沉思，神色凝重，低聲再吩咐：今天是你的大日子，爸爸交付這種任務是要看你有沒有承擔。
這批手錶傾家蕩產，你是我們楊家未來的棟樑，不交給別的夥計送，就讓你來完成任務，其中的意思明白了嗎？楊秀成仰望着母親的臉孔，母子間的血緣情感，母親的意思不必明說，做兒子的已經會悟於心。這批手錶是楊家命根，不可盡信故園外人，事關重大，由親子來押送。母親一面說，一面撫摸他的頭。楊秀成第一次感到家族的血脈在自己的身體裏翻騰，產業的重擔在自己的脊樑上加根。他忽然覺得這是一場戰爭，父親是軍隊的司令官，他是一個爆破兵，到那麼遠的地方，不是交收一批手錶，而是爆破一座敵軍的堡壘。母親替他穿一件襯衣，楊秀成覺得像穿上軍裝。手錶塞滿身上衣褲的口袋，像係上槍支，外面加件飛機恤，也就是今天的皮革外套，就像一件迷彩服了。母親替他把拉鏈拉到脖子下，命他跳動幾下，像一個兵駝駐槍。楊秀成胸腹隆起，在昏黃的燈光下跳了幾下。母親問：重嗎？楊秀成點頭，是重了一點。然而，這千鈞之重，雖沉甸甸的背在身上，卻又扎扎實實的壓在心頭。母親看着像瘦皮猴般的兒子，一身臃腫，穿得到真像一個小兵，噗嗤一笑：沒事的，送完貨，別四處亂跑，爸爸媽媽在店裏等你回來。把一疊1元鈔票塞在飛機恤的側袋，用作不時之需，打點妥當，把它一擁入懷。楊秀成出門走向前線，極目海面，烏雲蔽天，星月失光，一片漆黑。那裏有什麼敵軍的炮樓？只有長長船影，點點如火。一陣寒風打了個冷戰。此時走到海邊，一艘小汽船，時稱哇啦哇啦，很快駛過來。舊時的香港沒有渡輪的地方，就靠這等民間拼湊的海上運輸。哇啦哇啦，容10多人，乘客兩排對坐，艇家高聲呼喝：細路要坐艇呀，去哪裏？楊秀成伸手指向海身：我要包船到對面那艘大船，多少錢？艇家一雙多疑的眼睛上下打量：5元錢吧，5元錢，雙程價，5元單程，只送你上船，我還要回航呢，小子。我上船只是拿點東西，10分8分鐘而幾，你在船下等我，反正也要空船回來，不多費半滴燃油的，是不是5元來回，算一程吧。議價的學問，在店裏看得多了，此時終於派上用場。楊秀成本來就對一個錢字有天生的機靈，加諸母親塞給他的那幾張1元鈔票，為數不多，也不知哪來的急智。還是成本節約，是與天俱來的天分。艇家聽了，覺得這小子一腔江湖邏輯說得倒也有道理，揮手命他上船。楊秀成身手敏捷，踏上小艇，船身向下一沉，艇家一把抓住，暗罵一句：人那麼瘦小，差點踏沉了我這船。哇啦哇啦向海心開去，艇家忽然開腔：我跟你賭10元，我這小艇送你到那大船下，我賭你10分鐘爬不上去，你贏了，我這程不收你錢，我贏了，給我雙倍。楊秀成心中一驚，這艇家是這條線上的行家，三山五岳的人都見過，接送海員他一定熟悉門道。這艇家主動要跟我開賭，把握不大，前景不明。想到這裏，昂首挺胸，答一句：不賭。艇家見這小子不上當，有心賭氣報復，加大油門，小艇加速，逆風疾馳，艇身左右晃動。楊秀成但覺臉額如千針銳刺，差點拋進大海，趕忙緊扶船欄，兩眼差點睜不開。黑暗中一陣哇啦啦巨響，巨浪從艇首撲面拍擊而來。楊秀成知死命抓住船舷，感覺像坐炮艇，撲面的海風就像敵陣掃過來的機關槍子彈。這海上10多分鐘，筋疲力盡，魂飛魄散，兩手抓住船舷，又怕顧不了滿懷的手錶。艇家眼見楊秀成那副死去活來的慘狀，嘴角浮起一絲冷笑。
這10多分鐘的海上地獄之旅，像10年之長，最後哇啦哇啦靠近了大貨輪，聽得頭頂一聲大喝，一張大網從貨船的船舷灑下來。楊受成憑住哇啦哇啦的煤油燈，仰手看去，倒抽一口涼氣。艇家用繩子把快艇繫在大貨輪船舷垂下來的一張大網上，原來這就是一條繩梯，從海面到貨輪甲板2、3層樓高，月黑風高的爬上去，跌進海裏，自己屍骨無存是小事，懷裏200多隻楊家佃戶心血家當，恐怕就像鐵達尼號一樣永沉海底。眼看着楊受成一臉驚惶，哇啦哇啦的艇家面露不屑的神色，楊受成硬着頭皮來到前線，碉堡矗立眼前，沒想到形勢險惡如此。既然當兵就不可退縮，他想到目光嚴厲的總司令站在身後，一旦回頭就是軍法審判。從來沒有學過武術，更沒有玩過雜技。方才海上之旅，2手抓緊船舷，雙臂酸軟無力。此時顧不了那麼多，只有一腳硬挺挺的踏上艇頭，雙手冷崩崩的抓緊繩索。貨輪的工具粗濕油膩，滑不了手。楊受成暗暗叫苦，只得硬着頭皮跨出左腳，踩在繩網的一格，伸出右手揸住像棋盤般的繩網的上一格，搖搖晃晃，一手高一腳低的緊貼繩網，向着大貨船的方向，像一隻初生的小蜘蛛，狠命向上爬，一格一格攀過去。楊受成抬頭仰望。大貨輪獸伏住的龐大陰影，如磨刺眉。海面風大，浪濤翻騰，一張網像一塊柔軟的筋魄飄來蕩去。此時艇家在下面也看得心驚膽戰，大叫小心抓牢呀，小兄弟！楊受成踩着繩網的格子越攀越高，下面的哇啦哇啦越來越少，頭頂的貨輪黑影越來越大。一個大浪襲來，快艇和繩網一個傾斜，楊受成踩了個空，死命抓住繩索，凌空就這樣吊住，在風中左右放擺。艇家在下面拼命嘶喊，半叫半罵，仰候什麼？楊受成早聽不見了，只覺來回搖蕩，下面惡浪奔騰，如一片苦海，略一鬆手，12年來這條瘦小的搏命，連同楊家的集體回憶，就此成為泡影。楊受成心中大叫，抬頭看看貨輪，不，那不是一艘貨輪，也不是敵軍的碉堡，而是我楊受成的未來。想到這裏，也不知哪來的力氣，死死抓住繩索，一步一方寸，繼續攀爬，終於到了船邊，翻跌在甲板上，氣喘如牛，驚魂甫定，衝一口大氣，總算安全着陸，而且還活着。此時看見一對毛茸茸的腿，穿着一對拖鞋出現在面前。楊受成仰臉一看，一個滿面油光的中年漢，不知何時從貨輪船艙走了出來，身穿汗衫短褲，正是接頭人譚師傅。譚師傅看見這不速之客，心中明白了7分，把他領進油煙彌漫、亂七八糟的貨輪廚房。一個赤裸上身的水手走上前來喝一聲：楊成怎會派個小孩來交這筆大買賣？楊受成剛撿回一條命，心中有氣，衝口說：我阿爸楊成在店鋪開工，他抽不出空來，這等奔走送貨的粗活，我楊受成擔當得起有餘了。話剛出口，臉上一紅，周圍的水手伙夫哈哈大笑。譚師傅豎起大拇指，移開放在角落的冰櫃子，揭開地板，是個暗格，放着一堆絨布小包，幾捆淺綠的鈔票。楊受成眼利，一瞟就知是10元面額的美鈔。平時鐘錶店不少洋人上門買手錶，付的就是這種。眾人一言不發，行為專業，就像一批山寨好漢。楊受成把手上的貨一包包卸下來，對方點貨數錢，一樁大生意。10分鐘不足，任務完成。楊受成收了美金，走回船頭。此時他站在制高點，如屹立山峰，俯視一片大海。此時波濤平息了，羞辱過他的哇啦哇啦艇家，在幾十尺之下變得很渺小。
小汽艇還沒走，因為船只還沒有附。此時楊秀成一點也不怕了，身上千斤的包袱早已拋卻，但覺身輕如燕，心情大好。這一次沿住繩網從上而下爬得輕快，倒覺得自己變成了雜技好手。沒2分鐘回到汽艇之上，艇家一言不發，且面有羞慚之色，啟動引擎，小艇快速回航。楊秀成心中默算，剛才上下貨輪交收貨金，其實花了半小時有餘。若當初與艇家對賭，早就輸了10元。從此更加戒忌小便宜，對於一個賭字，千萬要慎重。艇家倒也識想，沒有再提當初的一局。快艇靠岸，楊秀成付錢離船，忽然回頭，取出母親塞給自己的那疊1元鈔，拿了一張遞了過去。這是幹什麼？艇家又驚又喜，一張嘴巴張得老大。楊秀成笑笑，我爬上繩網，沒有失足，超過10分鐘，老兄你在下面，諸多提點引領我一腳低一步高的，迎頭看路也救了我一條命。你剛才的賭局算我輸了一半，單程船之5元，我多給你1塊，收下吧。說罷，一躍上岸，吹着口哨，逐步回家。艇家在身後遙遙叫一聲謝謝。這場戰役雖險情橫生，但攻堅順利，而且勇奪戰利品。對於把自己接送到貨輪的這位艇家，也不能怠慢，因為他是把自己接載到人生戰場上的一個恩人。一道閃電劃過漆黑的夜空，雷聲隱隱，自遠而近。楊秀成回頭遠眺，那艘遠洋貨輪變成小小的一抹。楊秀成意識到，在夜空盡頭還會有無數的暴風驟雨。